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一集嘅北美稅務學堂，我係你哋嘅會計師 Philip。今日我哋咧想討論咧就係呢一個叫做 QSBS 或者1202 Stock。講下咩叫做 QSBS 啊 ？QSBS 全稱為 Qualified Small Business Stock， 咁係合格小型企業股票，係嚟自稅法第1202條。即係話如果你係投資一間美國嘅 C Corporation， 滿足到一定嘅條件，並投資超過5年咧，你賣出嘅股票利得係可以完全豁免嘅。首先講一講有啲咩條件先啦。第一，呢個公司一定要係 C Corp， 而且佢嗰個股票係原始發行嘅。咩意思咧？就係話你基本上係創業者。如果你唔係創業者，即係譬如話你喺stock market 嗰度買到一啲股票翻嚟咧，嗰啲係唔計嘅。而且你公司咧係一定要有一個叫做合格業務或者係 qualified business 啦。即係咩意思咧？就係話你唔可以係從事金融、保險、地產、會計或者法律。呢啲全部都唔係一個QSBS。最緊要一點咧就係你嘅股票係需要持有超過5年，即係話換言之就係話你從間公司一開始成立，你一定要保持到5年嘅擁有權，你先至符合呢個1202免稅嘅條件。點解講呢個條件咧？就係因為有好多人創業，佢可以係一本萬利嘅。咩意思咧？譬如話佢投資咗一間公司係一個 AI 公司嚟嘅，你知道而家嗰個 AI 係發展得非常蓬勃嘅。你投資100萬可以喺5年之後變咗5000萬或者甚至乎1億QSBS 咧就可以俾到你以下好處嘅。第一，你投1500萬咧係可以免稅嘅，或者係你資產升值幅度10倍如果你升咗10倍咧，就投10倍係可以免稅嘅。再之後就要計呢一個 capital gain tax。呢一個咧就係1202 stock 嘅好處啦。我接下來咧就會講一講2025年我哋有一個叫做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喺對呢一個法律上面有一個 update 嘅。主要咧就係講話呢一個1202 stock 咧，佢可以分階段持有獲得唔同 percentage 嘅免稅。我哋正話啱啱提及咧，就係5年係必須要有嘅。新嘅稅法之下咧，就係改為3年咧，你就可以有50% 嘅免稅；4年以上咧就係 75%；5 年以上咧先至係 100% 免稅嘅。呢一個 One Big Beautiful Bill 咧，佢係提供咗呢一個1202 stock 嘅靈活性。另外咧，嗰個免稅個幅度咧，由原來嘅1000萬美金咧，改到1500萬或者係10倍嘅基礎額。即係譬如話你投資咗1000萬，可能就係你個估值可能突然之間變咗做5000萬，或者係變咗做1億。邊一樣嘢大咧，你就可以攞邊一樣嘢。另外呢一樣嘢咧，亦都唔計入去 AMT 嘅。新嘅稅法之下係唔計入去 AMT 嘅，所以呢一樣嘢對高收入嘅投資人嚟講係一個好好嘅福利。最後想總結一下，就係話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呢一樣嘢咧，可能你就需要了解你個公司係咪一個合乎條件嘅行業。第二樣嘢就係你係咪最初嘅投資人，因為你如果唔係最初嘅投資人，譬如話你喺股票市場度買到呢個股票翻嚟咧，係唔計嘅。最後有一樣嘢就係州稅。州稅咧，因為佢唔一定需要完全跟住聯邦稅嘅，所以大家都需要諮詢你大家嘅會計師。我哋今日到呢一度啦，多謝大家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。多謝。